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4月3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喺過去一個星期，恒生指數收報22,850點，較前一周跌咗577點，跌幅達到2.5%。呢個星期內，指數高見23,457點，低見22,638點，整體波幅達到819點。4個交易日之中，淨係得一日喺開市競價時段錄得資金流入，其餘3日都係資金流出。整體嚟睇，今個星期錄得資金流出達40.8億港元，反映出市場資金流動性明顯轉弱。國企指數本周收報8,420點，總共下跌186點，跌幅為2.2%。本周高位係8,649點，低位就係8,312點，波幅有337點。同樣地，喺開市競價時段入面都淨係得一日有資金流入，其餘大部分時間都係資金流出，整體資金流出達到29.4億港元。相比上星期，國企指數嘅資金流入減少咗82億港元，顯示市場情緒明顯轉差。科技指數方面，呢個星期收報5,313點，總共下跌193點，跌幅達3.5%。高位係5,518點，低位為5,251點。波幅有267點，情況同其他指數差唔多。開市競價期間都淨係得一日見到資金流入，其餘時間都係以資金流出為主。整體資金流入僅為8.5億港元，對比前一周嘅68.7億港元，大減咗60.2億港元，反映資金流動顯著減少。整體嚟講，恒生指數、國企指數同科技指數嘅資金流都出現明顯減少，表現唔及之前平均水平。呢啲數據反映出市場整體走勢疲弱，投資者信心受到考驗，未來市場走勢值得大家密切留意。喺目前呢個市況之下，投資者要更加謹慎應對可能出現嘅市場波動同不確定性。